边卖散步，台北行到山顶埔，身躯无钱用行路，予我想着美鸟乌。离我身山有3年，今日约束买衫件，请你唔通目屎滴，应该坦白来表示。啊，闪啦！我无爱听啦。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，亲像我这款散车囝，有情无钱，哪有啥物路用啦？我看破啦。小蛋嘞，你最后搁听我讲一句话好？什么？你这款女性，敢也阁有啥物话通讲啦？啊，闪啦！慢下来，你听我讲，其实我是不正义的，你听我讲。请你着等我，听我来说明，这是有命。你听我讲，你唔通冤枉我。世间女性的真情，往往受到金钱的束缚。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性，什么人会当了解呢？请你着等我，可怜的歹命路，会无三天。照你讲，这就是天平上的爱情啊！情就是钱嘛！小蛋嘞，你好好听我讲。免讲了，你请。慢下来，慢下来，请你着等。